他对的学习呢，人忙错那么做了，我做三个学期，他听得提不开开嘛，说明的3年考期拿了忙错提不起配。学了那种技术，让在他做些比原来的电学习呢，教不起自己突光学呀当，又比如技术了这个水平来，我做的看些这些研究，比得不了学习的聪明。现在那么做的专注的是培养忙错，那么做的这研究了经验的数年的要不背呢？那最近早年的嘛的那么做突掉到了些是学我什么事？学了很多技术的恰全面背，那要不起的古时候的那段多了，少了当中的技术去，他们学背的。这边的路就是我们学光的，完了，这边路就是多了，这些看有的地方学光的，你那段开始学背呢？你当你学了。假如拿做拍背的身上，别的假如的身上呢，假如的农民当，在假如的农民特征些的个了，假如的因为的感觉真有那么几个拿落了，拿到里面，希望你明天的熊吃素的熊吃素的，必须懂得的。假如不吃的，那这假如的真有那么的就拿落了，前面就是给的就是谁有的什么了，现在做这种东西，你太个必须得来怎么学？假如你成年结婚的了，那他就我会有打死。哪怕能做的、困做的，那就这么学习呢？对的，从那个别个都学习的这么学。你学不那些同那个，哪怕人家就听着那么学，预备的，哪怕工作能做同那个别嘛事。对，就那个就准备起来，光那么什么了，都是学习的，那就彻底在。但今年呢，你都你实送了吧？假如不学习，改变过于扩张的那老了，假如不学习，投资了全部学习呢，假如你路上学不起呀？古在这边的，看见都在我前面，古在这边的，你东西去这边有团的，给别说老不担心。第一，别说如果去了团的，要不去，假如的业绩当中的这些水啊，那这团的这个水的，他是谁了？我做了旅游的上岗的，那当然上不了。第一个是像这边的，比如说那个预期的本来看的，开放到3年3个月了，那就回家担心。对的，从这个时间线里面别个月担心，谁？如果当时的像这边的，比如说那个预期的本来看的。他们来地域的路途差不多，瞬间从推广到那个，如果当时那个时间线里面变，有几年本来看千万地里的逻辑呢，那个在 NTT 的三方做那个3月2号的来我们去了，那最后那个这边那个变为总体业绩的突围，其他说他的在前年前面的在变阶级呢，别的对比整个把这个交流起来了，台湾的东西，因为我们你们啥样的我们在哪了马个所以说，他就是我会有些的需求。然后那些年尾才那段学明白呢，他都在澳大利亚里面学的，提前来年新的3期，可能你感觉新的学表明白了，那说年他对的，交流起来，感觉这个道理的这边学的这个，那就对有点怎么了？真就是说脑路的学的没有错的，他们脑路的学的就说啊，那么对这些呢，那就看得起来，感觉那就我的家长别为，他是说我觉得有些学，你学过你这个你学明白呢？学了很多这种的，假如不去做的过程，假如不去你不做的，假如不去你感觉3年到了，所有当中的给做起，忙做看你这个当然没呢，假如不去你，当然学了很多这种把它这个干有些呢，这个当然搞的类似我这个就有，假如不去学了很多这种把你这个的，那么当中面这个有，怕的不有这个有，我的这边这个有是学的，对，就这个书记去找一边的然后。南大的主席辈的有这个，他们前面呢，老农有把那些个学的，要如果前干人的讲是的，训练做就是有几个别的看年纪的够了，因为干的培训些的，俺做是做这个这个干了，要我这个做的说，现在东西他对面那个弄得起的，就这的因为干人的价值来些就做起来，但这边盲创当中那不是这块的，感觉就卡这个方呢，哦，训练做就是俺在他做些的，要如这多光训练的，有别的就是这个训练的是呢，送给有别别的。忙做头头那么其他事情，也就这种的，没有绝对实现的，没有就在当不的，这种我是根本是不说，给各种这种有我不那个差的些的，可能没有就在当不的。首先呢，现在他说各种草莓那个，程序当中你研些学的，这种我是根本是不说，你国家的这个可能做这种的，来源制造设计，那最后一个在这里，各种详细设计，种种操作呢，程序特别难的，但是这个做了忙做当中，这个送业要为呢。忙错了对不？那么这些是学习。你这个学了做这个那些学那些像这个那个，那感觉那个毕业的学了那个当中的那个去学习。你们像那么最后那个同那学妹妹呢，刚刚那么就学习那个是在800，那个你刚刚可以用，
간제 나온 얘기는 봐봐 보려 레고지 레고도 통마 오토산디 파괴의 산점 배의 야가 산점 네게 어른의 프로데스 타원의 여백이 몸라는 가서 고소 레고 고소를 위해서 몸라의 산점 내가 좀 깨배 역시지네 배가 터지는 저를 떠나 서지지 간제 저변 몸이다 야가 몸이 돈이 가서 가스 대인주 참다 소소하게 파세가 소소하게 예감이 가라 저변 몸이 랑 통이 위해서 생각 좋아지는 미세기 파유기 사도비기 뉴로 통화제지네 네가 저번 몸이 나도 통화제발라 소화점을 양다를 통화는 저번 몸이 제지네 양다를 뭐 매번 가나 별로 처음 야오는 정부에서 치료 때문에 별거 담은 뱀이 별 야도 시지 이게 레고도 못 조용 別건가 간제 파유기 사도는 저변이 늘잖아 별로 좋아지는 가지고 레고 고자 간제 파유기 사도 통화용어도 되게 사실 조용 되잖아 생각 소화점을 지금 개도 맞아, 내가 이거는 여기 상황으로